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今仔日針對校事會議的改革來討論，那也是主張講愛減少烏白投訴的代誌。教育部表示講，這新制度已經取消無徛名檢舉，嘛建立分流的機制，這案件是已經有減少6成。因若陽明交大教評會成員有中國的學者這部分引起國安的疑慮，教育部是講會去了解，要求校方改善。最近這幾冬，常常傳出老師甲家長溝通袂合，也是對班級的經營、上課方法理念有衝突，互真濟案件入去校事會議。校方嘛進行調查審議，老師是用真濟時間佇咧應付調查，學校行政團隊嘛要面對真大的停事壓力。立法院教育委員會27針對校事會議改革進行討論，說因為發言的順序來冤家。羅廷瑋提案的，請舉手。他們的這個提案，就是羅廷瑋的提案，其實是非常粗糙的。你要講到所有的辦法裡頭，到底是哪一條是違反法律，那你才能夠要求。可是問題是，他們是舉不出來。國民黨調集委員羅廷瑋24下班了後，臨時改變議程，要來討論校事會議的改革。也那民進黨教文會有一寡委員請假，國民黨的委員全部攏交到，得分人數較濟優勢，表決通過，把校事會議的相關辦法退回去教育部。許多的家長、老師不斷的在反映，校事會議還是要持續的來審議相關的辦法。要求教育部能夠退回重訂。這件代誌，教育部長陳英堯就回應，新的制度嘛是想要解決過去藏名檢舉、烏白侮辱等等威脅到教師權益的狀況，同時嘛會當讓無適任的教師離開學校，保障學生的受教權。我們建立了預防的機制，我們建立了分流的機制，我們建立了這些取消這一個不具名投訴濫訴的這些的一個做法。另外，最近嘛別講，陽明交通大學團保所的教評會委員加主席，竟然是中國教育部當工學者，還有即馬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來做，負責做大學教師人事審議，引起國家安全的爭議。確實，在這個傳管所的一個教評會的這一個成員的一個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應該這一個改善。那高教師也已經在做前面的一個了解。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范雲嘛回應，國家針對大專院校教員聘用攏有相關的法規，也那執政黨嘛尊重教育部相關的調查，點點等待結果。記者綜合報道。